今晚即係要講兩個好出名嘅台灣人啊，近期成為香港報章裏邊呢好多傳媒報道嘅人物。一個呢就叫李安，另一個叫連戰。李安出名，大家都應該即係睇新聞都睇到啦嚇，佢獲得新一屆嘅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憑住嘅電影就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好多人都話李安唔係實至名歸，係反而係 Argo 救心任務嗰個導演呢，先至係叫做最好。不過今年好似係冇入圍到最佳導演，只係佢套電影咧入圍咗最佳影片。咁所以就係李安可以講呢係擊敗咗史蒂芬史匹堡導演嗰套嘅林肯啦，係一個超級冷門，然後就獲得今次嗰個殊榮第二度即係榮膺最佳導演啦，喺奧斯卡金像獎裏邊。李安係一個好容易理解啦，台灣劇情係瘋狂啦，等陣仲同大家講下台灣幾咁瘋狂啦。另一個連戰點解會話係香港報紙裏邊呢？都係好多報道嘅台灣人呢。最近其實冇乜台灣人係能夠係喺香港嘅傳媒裏邊係吸引到佢哋嘅眼球嘅。連戰點解會呢？就因為佢去到北京先見呢個嘅習近平，然後再見埋呢個嘅胡錦濤。咁佢就話咧，呢幾年裏邊已經見咗胡錦濤係12次，即係8年裏邊，阿胡錦濤就話：哇，我見你用多過見其他嘅部長或者台辦主任，我相信可能佢一年都唔會見到咁多次即係咁多年裏邊。咁所以第一就係已經係又有台灣嘅叫做過氣嘅政要去到北京訪問，受到好高嘅禮遇，咁所以就有個報導啦。第二樣嘢呢，今次有個少少特別呢，就係連戰帶埋自己嘅公子，就係呢個嘅連勝文。介紹俾習近平認識嘅時候呢，就搶咗好多嘅即係鎂光燈啦。咁個原因就係當呢個即係連戰介紹連勝文俾習近平認識嘅時候呢，習近平咧都話：喲，即係有少少愕然啦，因為習近平諗住自己都係一個叫做神高馬大嘅人嘅啦嘛。點知佢一睇到嚟緊嗰個連勝文呢，哇，仲高！咁佢就即係有少少愕然嘅感覺之後呢，連戰就話：呢個就係我公子連勝文啦。佢身高呢就係1.95米，係好高，喺中國人嘅高度裏邊呢，即係打籃球嗰個好嘅身形嚟嘅。咁所以習近平一聽完之後呢，咔咔咔咔咔咁大笑啦，開懷大笑。嗱，好少見到中共嘅領導人呢係開懷大笑嘅。第二次中共領導人嘅開懷大笑呢，亦都係連戰有關嘅，就係連戰邀請見呢個胡錦濤嘅時候，邀請胡錦濤，喂，退任咗之後嚟到台灣啦，台灣我哋請你品嚐我哋嘅台灣嘅美食，就係小吃啦。咁小吃嘅時候呢，我哋就可以暢談天下事。咁聽到呢個邀請嘅時候呢，胡錦濤亦都好開懷咁樣笑咗出嚟。因為咁樣嘅關係啦，連戰呢係可以講係吸引咗好多嘅鎂光燈，好多報道啦。咁所以我就話呢兩個人近期都成為咗無論香港啦定係台灣傳媒裏邊嘅一個焦點人物啦。咁當然李安嗰個吸引度係大好多啦，但係爭議度呢一定係呢個嘅連戰㗎啦。你提出了兩個人，實際上呢連戰呢這個代表團裏邊還有一個人呢，也是呢被台灣傳媒所關注。這個人呢叫徐立德。許立德係啦。原來呢台灣行政院的副院長。為什麼被台灣傳媒所關注呢？是因為呢這位82歲的徐立德呢，最近呢有和一位47歲的這個女音樂家呢，在2月份呢訂婚了。兩個人呢相差呢是35歲。在連戰和胡錦濤呢見面的時候呢，台灣傳媒呢就低聲問這個徐立德：聽說你最近有喜事啊？然後徐立德說：談大事。然後你們消息怎麼這麼靈通？這個呢是題外之花，但是呢也是連戰代表團成員之一。所以就係今次連戰嗰個代表團裏邊呢，即係有連勝文，同埋最大嘅爭議其實唔係連勝文，或者我哋叫所謂嘅爭議啦就係連戰所講嘅幾句嘅說話啦。第一個連戰受到爭議嘅呢，就係話佢對住呢個嘅胡錦濤所講，台灣呢係麻煩製造者，即係國際上面有一個咁嘅講法。咁確實係，即係阿連戰自己咁講㗎，自問自答嘅一個嘅問題。胡錦濤就冇乜出聲。第二個呢，就係連戰提到呢，就係話要進行所謂嘅政治對話啦，係時候呢，要展開呢個政治對話啦。呢個係一個好敏感嘅一樣嘢。中共過去咁多年喺馬英九上台之後，
佢對台灣做咗好多所謂嘅善意。目標當然都係直指係進行政治談判啦。咁但係呢，台灣人嚟講呢個就係一個非常之唔情願、唔願意，因為驚一展開政治談判嘅時候呢，即係話意味住兩岸要傾所謂嘅統一問題啦。嗱，呢個就對打破而家所謂維持現狀呢，會有一個好大嘅衝擊。咁所以呢，呢個係一個超敏感嘅政治話題。本來呢個呢，就係胡錦濤或者中共領導人心裏邊嘅説話嘅，點知就係由連戰點出嚟。嗱，呢兩樣嘢呢，喺台灣裏邊引嚟好大嘅迴響，就係當然賣台嘅聲音係好多啦嚇，指責呢個嘅連戰。俾我自己諗就係話，連戰究竟點解會講呢啲嘅説話呢？係討好對方啊，定係話中共授意之下佢講呢一啲説話嘅呢？謎一樣嘅嘢，可能永遠都冇答案嘅。但係我覺得喺成件事裏邊呢，連戰個私心係太明顯啦。在於咩嘢呢？俾我感覺呢番説話其實係想報答又好，想延續自己嘅政治影響力都好啦。嗱，喺台灣連戰已經係冇咗任何政治嘅舞台，甚至理論上下佢唔會有任何影響力嘅。除咗兩岸事務上面，佢仲有發揮所謂嘅餘熱嘅空間之外咧，其他佢根本上冇噶啦嘛。所以佢兩個方法，佢都繼續自己嘅影響力。第一個就係點樣培養自己一個公子，繼續喺政治上面有一個席位啦。咁呢一個呢，已經有一個嘅講法，咁啊等一陣同大家講。第二樣嘢就係繼續喺兩岸事務上面呢，我哋唔好話騎劫啦，即係話形成一樣嘢，就係有一個協中共議令台灣政壇嗰個感覺嘅就，因為兩岸嘅破冰係喺連戰當年05年嘅時候，國共第幾次和談，然後繼續嗰個兩岸嘅緩和關係一路走到呢度噶嘛，所以有一個咁嘅感覺就係話兩岸好似係嗰個詮釋權，兩岸政策或者點樣去理解中共嘅兩岸政策呢？台灣政策呢？個詮釋權係掌握喺連戰手上，有一個咁嘅假象啦嚇，我哋當係一個假象啦。對於連戰這次呢訪問大陸呢，我認為呢從邀請方北京方面來講呢，他是希望呢達到一個承前啟後的效果。那麼過去呢，連戰呢也就是第一次訪問北京，當時呢算是破冰之旅吧，然後呢，連戰呢和胡錦濤呢，當時呢完成了這個國共啊，這1949年之後呢第一次握手，那麼兩岸三通呢，在此之後呢也逐漸形成，而且埃克法諸如此類，恰逢呢國民黨呢重新執政，這兩岸關係呢就出現了一個很根本的變化。所以呢，兩岸關係的變化呢，恐怕呢連戰呢或者呢北京呢都認為呢在這裏邊呢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實際上呢，當時的背景，據我所知呢，最早要求提出希望訪問北京的，並不是連戰，而是呢這個宋楚瑜。但是呢，北京方面呢認為呢，在次序上來講，應當是連戰先訪問北京，這樣呢就是首先是國民黨，其次新民黨這麼一個親民黨，這麼一個次序。但是呢，我認為呢，這次承前啟後的作用呢，是在於呢，一個呢是胡錦濤。他在這個10年執政裏邊，恐怕兩岸關係是他最大的政績。對，這個呢，恐怕是他自己呢感觸最深的。所以說呢，做這麼一個交接呢，也是呢他自己本人再一次強調，說我曾經在兩岸關係裏邊扮演好重要的推手嘅角色。對，那麼第二呢，就是說呢，中國人或者大陸方面的官方，他有一個傳統，他希望呢能夠給對方的一個你是兩岸關係化解的這麼一個先驅者，這麼一個角色。然後呢，現在我給你連戰有這麼一種政治的榮譽、政治的待遇，為的是呢給你的後人、給旁人看，對吧？好像呢我並不冇忘本啊，對，仍然係我個座上賓啊，對，我不是厚此薄彼，對吧？我繼續這樣。同時呢，看得出呢，就是現在呢，在兩岸關係或者說整個大陸的周邊環境下呢，很希望呢，在兩岸關係呢繼續呢保持一種和平的態勢，穩定係啦。因為呢，你現在呢，因為海洋權益的問題、海洋領土糾紛的問題，和日本和越南這些國家呢關係都非常緊張。但是呢，你必須要承認，現在呢，兩岸關係這種穩定的情況下呢，對大陸的這個涉外關係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因為呢，過去大家如果看大陸新聞呢，恐怕都有一個很強烈的印象，凡是中國領導人見外國的元首，都會有一句，就是感謝你們在台灣問題上面對中國的支持，對一個中國這個問題上的立場。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呢，它有相当一部分资源呢，它是被这个兩岸關係所拖累了。但係而家唔係啦嘛，現在呢相反呢，和一些國家呢關係不好，但是說呢不好，我覺得它有一個前提或者有一個原因，就是說它現在兩岸關係呢沒有對它呢造成太大的壓力。係啊，嗱，所以嗱呢一個呢，即係我一早已經係提出一個問題就係，台灣已經係喺中共嘅議事日程裏邊呢係去核心化，即係話呢唔再一個核心嘅問題，特別喺中美關係上面呢，以往就係一定係呢個係中美關係裏邊好重要嘅一員，無論你話係好嘅定係唔好嘅，咁但係而家呢，因為已經兩岸關係本身嘅穩定，已經唔需要中共花好多嘅資源喺同美國周旋嘅時候呢，將台灣係放入其中一個議題上面。嗱，當然有另外啲嘅議題取而代之啦嚇，中美之間嗰個核心嘅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確實係你話台灣即係問題係。呢個胡錦濤執政10年裏邊嘅政績嘅話呢，咁我覺得呢個確實係，亦都係佢當日能夠咁大嘅氣魄，所謂嘅即係一手硬一手軟，係軟到底，確實係發揮咗好重要嘅作用。咁但係呢，今次點解會咁熱情地邀請呢個嘅連戰到訪？除咗話要俾翻一個 credit， 俾翻一個即係名譽俾呢個嘅連戰認可之外呢，其實仲有其他嘅原因嘅。翻轉頭呢，再同大家繼續串連戰今次訪問北京之行。民意飛揚，串進網絡，留言電郵 china@881903.com， 中國式全球華人齊齊串。